繼續加油！好啦，其實咧除咗我哋希攞到大獎之外，其他嘅參賽者咧都可以得到崖上的波兒嘅 VCD 一隻嘅喎，咁可以翻去慢慢聽慢慢睇啦喎。今日咧恭喜晒攞獎嘅朋友啦，亦都恭喜晒咁多位小朋友同埋大朋友嚟到將軍澳廣場嘅噃。只不過咧，其實我哋呢個夏日小世界活動仲未完嘅，要講下嚇。咁啊，崖上的波兒海洋夢工場咧，將會喺今日8月9號由而家至到5點鐘，同埋喺南豐廣場地下嗰度咧，就會繼續舉行嘅。仲有咧就係8月16號下個星期日下晝2點至5點，亦都喺將軍澳廣場1樓大堂舉行嘅。而崖上的波兒首部偶創作大賽咧，就會喺下個禮拜日，即係8月16號下晝2點半至到4點，就會喺南豐廣場嘅地下大堂嗰度舉行嘅。咁我知道咧個名額仲有少量嘅，就想參加咧就快啲報名啦。咁如果覺得我講得唔清楚嘅話咧，可以睇下商場裏邊嘅海報嘅。